大家好，我係珠海灣區頻道羅仔，今日同大家睇個新樓盤華發天璽。然後呢個園林設計其實同十字門個華發灣璽一號其實係一樣嚟㗎。個園林景觀啊，之前我都係帶朋友嚟個華發灣璽一號嗰度買咗一套130幾平個戶型嚟嘅。其實佢整個設計戶型啊，可以講係一模一樣，呢度都會做咗一個游泳池啦，露天游泳池。咁嚟到嗰邊睇下佢嗰個入門大廳個位置啊，可以睇下佢嗰個每棟樓個入門個位置都係做得非常 OK 嚟嘅。佢每一個對角位啊、轉彎位啊都係好圓滑嘅，係一個圓弧咁嘅感覺，設計得係非常安全，對小朋友、老人係非常唔錯嘅設計嚟嘅嗰啲啊。可以睇下佢目前係5棟在售嚟啊，5棟兩梯5戶嚟嘅，可以睇下佢個整體個空間感。其實整個空間感同設計你都係非常舒適嚟㗎啦，可以睇得到啊。佢嗰啲交付個標準啊、大廳啊同埋你公共場所個位置都非常 OK 嚟㗎。咁呢度係99平方個3房2廳2衛嚟㗎，入門就係一個細個房嚟啦，可以做成書房啦。然後再入嚟嗰度咧就係一個陽台嚟㗎，呢個陽台其實採光係一般般啦。然後正對面嗰邊咧就係嗰度咧就係廚房同餐廳個位置嚟啦。餐廳個贈送個情況你都係非常 OK 嚟嘅，都係你依家目前睇過都係交標個標準啊，全智能化一個小區嚟嘅。呢度係公共衛生間嚟嘅。轉個鏡頭呢度旁邊就係個房嚟啦。咁呢度就係一個大廳個位置啦。都係橫廳設計嚟啦，都好普遍嚟啦。依家個設計風格，呢度係主人房嚟啊！主人房最大嘅亮點就270度個採光面嚟咯，都係會有贈送個飄窗嘅位置咯，可以平時有小朋友或者家人一齊坐喺嗰度都係唔錯嘅選擇嚟嘅。咁下邊可以睇下就係園林景觀啦，佢個位置係可以嚟嘅，睇小區個核心個位置嚟嘅。咁呢度咧就係衣帽間同衞生間個位置嚟啦，可以睇下佢個設計風格。最後嘅時候咧，我會擺呢個戶型圖喺後邊嗰度嚟嘅。咁我咧睇完嗰個99平方，再睇個112平方嚟嘅。呢個就係112平方嚟㗎，4個房嚟嘅。入門嗰度你就會有一個小陽台贈送俾你嘅，採光面可以嘅呢個小陽台。然後嗰度旁邊你就會有一個小嘅房嚟啦。然後喺嗰度入嚟個時候，真係左手邊個位置有個公共衛生間嚟嘅，都係捐濕分離個衛生間嚟啦。其實空間有啲少啊，呢個衛生間不過實用性都係可以嚟嘅。咁再嚟到嗰邊咧就係廚房、餐廳，然後大廳個位置嚟啦。咁呢度係你廚房啊，可以睇下佢個整體交標啊。其實佢整體交標同嗰邊華發灣璽一號咧，其實係差唔多咁嘅啦。佢都係，然後咧佢係南北對流嚟㗎，112平方個戶型係南北對流啊。咁都係大廳都係睇嗰個園林景觀啦。佢最大個缺點啊，其實係大廳個位置啊，冇陽台啊，就其實冇陽台確實有啲差少少。又可以睇下佢整個採光面係咪好充足嚟呢？呢個採光面。咁我咧再入嚟睇下房間。咁呢度咧就係一個細嘅房間嚟啦，都話。採光面都可以嚟嘅，因為佢都係睇外邊個景觀冇遮擋嚟嘅。呢度你就係一個房間嚟啦，睇個珠海大道嗰邊嚟嘅，同埋山景嚟嘅。咁呢度係主人房嚟啦，主人房可以睇下，佢都係270度個採光面嚟嘅。咁都係睇園林、睇山景嚟嘅，可以睇下。
其實小區唔係幾大啊，總共有5棟啊。目前睇個單位係5棟，又係最受個5棟個單位嚟嘅。咁呢個就係112平方嘅戶型，05戶型嚟㗎。咁剛才睇過99平方個係04戶型嚟㗎。咁呢度係你主任房個衛生間嚟啦，就整個其實佢個採光面係充足嚟嘅，通風度都可以嚟嘅。咁喺最後個位置嗰度擺個戶型圖喺嗰度啊，99平方個戶型圖同112平方個戶型圖啊。如果對嗰個小區有興趣嘅朋友啊，可以聯繫我啊，帶你嚟現場參觀一下呢個小區。